积电宣布扩大美国投资，总统赖清德强调，台美双方是互惠双赢，台湾投资未有影响。台北市环保局员工那就是因为同事欺负，工课压力受大，惊跌落死亡。环保局表示会赶紧来查明详细。高铁烫宜兰第二阶段环评公听会，环保团体认为落草苹果影响当地生态，现场是发生冲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号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台积电宣布扩大美国投资，要投入1,000亿个美金。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跳出来批评讲，美国是摕到咱的技术甲人才，那安尼台湾到底有啥物好处？总统赖清德是强调，台美双方是互惠双赢，顾稳台湾高科技的关键地位，台湾的投资未有影响。高雄市府环保局7号召开台积电扩大起高雄 PCP 厂环评大会，落尾审查通过，后续会开始执行相关的起厂程序。对外界烦恼讲台积电开1,000亿美金投资美国，就惊影响到高雄厂的计划。对此，台积电表示，目前伫台湾的投资计划未改变。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强调讲，未烦恼台积电变作美积电。那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怎么样美国伟大，台湾也伟大，创造双赢啊，这个就是我们外交上面那现在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可是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人他们就会把它讲成说是好像我们这个台积电被美积电啊。那我想台积电他们应该也会对外有所说明，怎么样能够技术深耕台湾，产线布局全球。林佳龙表示，川普的外交风格就是美国优先，也若台美的共同利益大，会使创造双赢。也呼吁即阵若亲中义美，颠倒是无明理。不过国民党反问总统赖清德，美国得到生产技术甲人才了后，台湾是摕到啥？台湾失去了生产基地，台湾失去了研发中心，更严重的是，有多少重要的人才即将赴美？政府为什么没有站在前面，躲在后面，让台积电自己去面对这样的风口浪尖？今日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伫党内中常会重新强调，台湾各界拢在看川普新政，执政团队绝对会伫互惠双赢的关键之下，互台湾伫全球高科技产业真重要的关键地位徛好在。我们审慎拟定对策，端出产业以及财经方案，按部就班，做好最妥适的安排。对于某一些无谓的批评，我必须重申，面对变局，台湾没有分裂的本钱，特别在于国防、外交。国际经贸事务更是如此。劳动部也表示，台积电未来对台湾的投资计划未受影响，代表本国的劳动市场都未有人才流失的问题，也会创造就业机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川普政府的前国防部处长柯博吉今日伫咧人事听证会，讲到美国应该扩大对台湾军售，逼台湾加强自我防卫。嘛认为讲，在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下降到 GDP 的10%以上。中国一直在做军事的扩张，庆关印太区域局势紧张。美国前国防部处长柯博吉参加人事听证会，真侪参议员拢关心台海情势。柯博吉强调讲，美国需要两边做伙做，那对台湾施加强化自身国防的压力，那加速扩大对台军售，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I have a different assessment with respect, Senator, about Taiwan's efforts. I think actually as a proportion of GDP, it's well below 3%. I agree with President Trump that they should be more like 10%, or at least something in that ballpark, really focused on their defense. 共和党的苏利文关心军售演前，讲美方有一大堆汽车飞弹无交予台湾。另外，针对立法院台减国防预算，苏利文嘛批评国民党在耍危险的游戏。柯博吉嘛讲，台湾台减军费确实是予人感觉不安。If anyone from Taiwan is watching this hearing, they need to be. They need to realize they're playing a dangerous game. I would make it a special focus to accelerate and revamp and focus those capabilities and expand them, those weapons transfers and sales and so forth to assist Taiwan in its 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柯博吉认为讲，台湾国防预算应该到 GDP 的10%，嘛讲到爱美军承担风险，但是盟友所无愿意尽责任，这对美国来讲无公平。主要删除的是一些行政。事务费，行政事务费，所以跟我们的战力是没有相关的。是不是要到10%，
我想还是先逐步逐年的递增，那比较符合台湾的国情。那同时也希望说朝野立委能够有一些共识。有学者认为讲，这摆的国防预算开减差不多1.7%，颠倒是冻结19%，和美方的认知是有争差。国防部应该来补破网，和朝野党团沟通，较紧来改动预算。不但看我们的汉光演习，也看我们的战备月的演练，乃至于国军训练的状况。我觉得他们确实一定觉得国军目前还是有不少的问题，有一点点追不上目前这个军事科技的相关的发展，比如说对无人机的运用，对无人机的防御。针对美方表态讲要加大对台的军售，学者认为讲，国军应该积极提出E-2D预警机、反舰直升机、M109A7 自走炮等需求，来快速提升战力。记者综合报道。空军一架国造永鹰高级教练机，顶个月15失事摔伫咧台东的外海，国防部是下令全部停飞。经过半个月的特别检查，宣布搁再恢复飞行训练。不过，经过这个事故，有专家是表示，2026年66架要全部交会目标，向前去前调。七月1号早，台东市区的天顶未时出现永鹰教练机在飞。空军司令部7月也发布新闻稿，证实讲，经过飞行训练部和汉翔公司2礼拜密集的特别检查和飞行员的地面训练，即马已经恢复飞。不过也观察到有2架 F-16战机伫永鹰边仔盘飞，透早就出现10外架战机密集伫台东市区的天顶咧飞的情形。武术专家表示 ，F-16战机盘飞主要是提供永鹰伊好了后飞行的外部检查。昨天还有前天已经地面先滑行，地面滑行完毕之后，那今天就起飞微飞，就不到空域去，在航线上，第一架起飞可能有 F-16在旁边做这个随伴飞行，是看飞机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国造永鹰高级教练机对2021年开始要交66架，予空军训练，目前已经交36架。不过其中一架伫2月15不明的原因坠落台东都兰外海，飞行员大声呼救起来。空军初步研判讲有鸟仔攻击造成发动机失效的可能，不过失事的永鹰战机也未浮起来，无法度确定原因。不过军事专家讲，2架发动机同时阵失效的几率并无悬。所以，这桩坠机的事件可能会延后2026年全部交机的目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台北市环保局一个县长的员工惊跌落死亡，家属是指讲伊伫咧工课上有受到霸凌，压力受过大，同事嘛唔愿甲斗3工。环保局已经证实，正前有先甲调整工课，嘛有一直甲关心，这表现是拢真正常，对意外嘛表示遗憾，会赶紧来查明代志的详细。他真的很害怕失业，他很害怕，又很想做好这份工作，可是又无能为力，没有人愿意帮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原谅这些人。心爱的亲人过身去，家属真愤慨，以悲伤的心情出现伫殡仪馆上演，控诉小弟工作上面对真大压力，找同事斗3工，线外来工课场的领导力，才会死心兼断念。伫7月透早，行底路对新北路州的徛家跳楼。之前还好好的，就是最近因为换了这个工作，然后衔接上面没有人教，班长也不会，然后问这个也不太愿意理，这个也是推脱，还在背后。死者在生伫台北市环保局食头路，已经做至少10多年。本来是担任驾驶，因为健康的问题，今年转调来勤。不过，伊的家属指控讲，工作的交接无落实，伫新的工课拄到困难，找同事甲主管协助，煞无结果，压力互伊喘袂过气，心糟搁手喘，当发生悲剧，敢若希望真相会当查明。这一阵子因为交接的问题，所以让他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适应。但我们同仁都有尽力的去协助他，可是他并没有提到有任何霸凌的状态。他平常跟同事相处也都是 OK 的。台北市环保局回应讲，死者伫北投区清洁队工作，调整确认的职务了后，有继续关怀，一直到初3的表现拢真正常，无反映过问题，活动也无奇怪。对事件发生表示遗憾，已经动手调查，敢有涉嫌到工课场的霸凌，佮有专案详细的死因，有关爱等待检警调查厘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伫咧嘉义太保顶个月月底，有一个5个月大婴仔，互年母带回去厝内照顾，却不明原因顾家死亡。这检方验尸，初步认定这囡仔的身躯是并无外伤，应该毋是虐待。不过，这家长嘛怀疑讲，年母咧饲时应该有害囡仔来过生，嘛呼吁政府应该强制托育场所拢爱装监视器，才知影事故发生的详细。我想要进行解剖而已，我真的解剖才能知道真相。这5个月的查某囝互解剖，妈妈是有够伤心。家长无法度理解，囡仔送去互顾迄天明明就真健康，来去灵母遐才4点钟就无名，这个受托的灵母有疏失。小朋友这只有哭，他根本就不会说话，他哭就是在跟你求救。你如果愿意，那时候赶快放下手边工作，过来看一下我的小孩，我相信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家长指控讲，顶个月2日，囡仔早起8点左右到灵母因兜，4点钟了后，就接到保姆用来通知讲，因囝面色白苍苍，无喘气，无心跳。保姆随做急救措施，嘛叫救护车，但是囡仔嘛是救袂转来。为着要查原因，家长忍受悲痛，互囡仔解剖，嘛呼吁政府应该强制要求托育的场所装监视器。托儿的地方应该强制安装监视器，并上传政府云端。除非有异议事件，家长才可以要求调阅监视器。在这个情况下，也是对保姆比较公平的。因为在相关的法令里面没有强制要求保姆必须要装置监视器，但是在我们的一个辅导措施里面，都会积极劝说。官府表示讲，这保姆除了查某红婴仔以外，另外受托的2个囡仔已经转予别人顾，专案正在调查厘清。若是保姆确实有疏失，一定会救班。针对托育的场所装监视器，目前无法院的依据，会向中央来反映，嘛会甲鼓励保姆装监视器，来做刷落来重点的辅导方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行得到，对即天开始，一寡通拖甲鸟类拢开始活动起来，大地嘛开始咧调动，有超过4000名人员，会协助清理电火条甲电线顶的这鸟兽，检查线路甲设备，希望降低因为动物去挡着线路，造成失电发生的机会。台电人员爬去伫树仔顶修正树枝，处理电火条仔顶面的鸟仔树，目的是为着要避免鸟仔通拖、蛇，也是鸟鼠卡着电线，造成跳电、失电的事故。像这时切吼，正常伊是拢加迄树枝来做修，啊是讲工地内底有迄铁线，伊嘛会加来做修。但是这铁线这拢是导电体，伊伫阮条仔顶面顶做修，伊就有可能去拄着阮的线路的设备，去拄着断路。3月初5拜3即天，台电出动超过4000个工作人员，投入线路设备检测的工课，启动全国强化稳定供电的行动。因为拜3是24节气当中的庚日。惊蛰来说，它主要叙述的就是当可能开始出现雷雨或阵雨的现象的时候，可能会惊醒到一些原本在冬眠的动物。台电表示，鸟仔通拖卡着电线，造成跳电、停电的比例占4成遐尼悬，尤其是当年的3月份、4月份这款情形上常发生。敢若去年3月份、4月份就占232件，是今年1月份、2月份的3倍以上。针对这个24节气内底的惊蛰。阮有特别做者这宣示的活动，就是讲要来，加强阮这防止那个迄落鸟兽去碰触的这工作。台电表示，目前伫咧1月份、2月份，伫咧全国已经拆除1200个电力设施顶面的鸟仔树。过程当中，若发现有鸟仔囝，因会甲因交予动保单位，也是动物园去处理，袂去伤害到鸟仔。嘛希望透过即个活动，确保供电的稳定，互民众用电更较安全、更较放心。记者陈阿轩、柯敏哲台北报道。电讯消息来看，高铁要通宜兰，交通部今日举办第2阶段的宽频公听会。有环保团体是认为讲，相关单位根本是无经过详细评估，无甲电讯沟通，那乌白开发恐惊影响生态。不过，嘛有人是支持高铁赶紧来动工，会当带动在地发展，现场呛声发生冲突。环保团体伫咧公听会现场夜排反对高铁，却引起支持高铁建设的民众不满，互相起冤家，警方赶紧来调解。交通部伫咧初5到宜兰办高铁延伸宜兰计划第2阶段环境影响评估公听会，环保团体加支持高铁开发的民众拢来表达诉求。这个建设自头到尾拢唔捌违背阮在地居民的意见。
过程拢无透明。全团认为，北宜高铁环评伤过啰嗦，而且相关资讯的公布甲地方的沟通拢无够，影响停驶的正当性，也担心计划设挂大面积的农残甲自路，会破坏宜兰珍贵的农村环境甲生态资源，要有客观专业的评估。也团队认为，无起的林方案甲北宜高铁方案，拢要放伫咧计划内面。那如果说是在宜兰这个地方是住在这里，然后工作在台北的话，其实17分钟的这个车程，对一般通勤族来讲是非常适合的。由外关区的民众来公听会表达诉求，认为高铁延伸宜兰的方案应该赶紧开发，才能减少北宜之间的上下班时间，让更加多人离开北部搬去宜兰生活。不要这样讲，这个草地比这个治不好。好，本来就是会有这个经济效益。这个特定区以后如果有土地增值的话，那个是开发商跟里面的地主获益，它并不是一个公共利益。因为高铁延伸宜兰的案件，特定区开发的范围大小也有无同的声音。而这么交通部规划是190公顷，不过地方希望会当扩大成做400公顷，并且都伫产业园区，认为安尼不是炒地皮，是为地方带来经济效益。环团是认为，特定区的范围应该只敢限缩伫咧车站所需要的大小，而且特定区开发只敢会互开发商加地主摕到好处，无符合公共利益。这边的公听会只敢针对高铁的路线，和大家表达意见。伫收集意见了，所来交通部会委请宜兰县政府启动高铁特定区扩大成做400公顷的规划程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屏东县政府进行针对这万丹土木火山的基景，本地是要做一个地质工程，后来评估无适合，计划才暂停。不过这地方是表示，这地是私人地，不过喷出来这土算是国有财产，袂使再造，嘛袂使卖，敢若会当家己开钱来处理。到底是要叫人安怎来办？为土骹冲出来一工火，还有大量的土浆做过喷出来。万丹地区的年火山一年大约会喷1-2摆，机械景观常常有民众专工来看。原本屏东县政府想要伫当地来设一个年火山地质公园，不过请专家评估了后，因为年火山喷发的时间地点拢无固定，而且佫无特殊的生态需要保护，因此现在这个计划是暂且挂停。经多方分析与评估，万丹年火山要设立地方级地质公园，划设地质公园实质效果不大。地质公园无要设，代表民众要脱离土壤恶望无望啊！因为喷发的范围大部分拢是私人土地，喷出来的土砂风认定是国有财产，民众袂使再造买卖，而且还家己开钱请人来处理。若是砍到产地，就无法度搁振作。当地村长讲，因嘛捌试过，将土摕来用，亲像烧灰啊，毋过拢无成功。若无一个好的方案，这土的问题永远无法度解决。我讲叫用天灾诶，什么会来甲补助，还是因有什么款甲补助？拢总无，安尼，这补助诶嘛无够机械来整理地，所以大家啊阮遮农民就对啦，大家为了这，拢感觉讲吼，起服务着真正有够衰啦。要甲在土方起走这费用，啥要出啦？然后佫有一点就是讲，你今仔甲在土方起走，这一年有时1摆、2摆、3摆，吼。爱就地重游，伊个对遐开啊，你永远清袂完。针对地方的诉求，县府敢若强调，年火山的土壤是国有土，袂当乌白清军。目前也未针对这个部分来研究，只会当请居民家己想办法处理。记者郭家做区朝阳屏东参报道。台湾是兰花王国，世界上有超过1/3的蝴蝶兰都是对台湾出口的。今年台湾国际兰展3月7日要伫咧台南的后壁正式来开幕。一连16天展览，开过4大场域加5大场馆，有超过10团国外团体来交流，望当提升台湾伫咧国际市场的能见度。10万外张各种色水的兰花水当当，准备7月迎接国地来游客。一年一摆台湾国际兰花展准备登场，今年展会规划4大领域、5大展馆，要互乡亲探索兰花的多元魅力。让21档亚太兰花会期嘛结合台湾国际兰展联合举办，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一场盛会，通促进台湾兰花的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伫国际市场的能见度。我们备受民众喜欢，跟国际这边来的备受瞩目的品种的竞赛馆，
商务的接待接洽馆，然后市集兰花的市集馆，以及兰花的生活馆。那我们45、20呢，是我们今年里面有20个策展主题。南部天气烧热，适合兰花生长，技术嘛愈来愈进步。全球1/3的乌贴兰拢是来自台湾。去年国际市场的兰花产值就真大，今年展览嘛特别邀请来自越南、马来西亚等海外团体斗阵参与，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俗，拢伫遮呈现。就是从马来西亚，我们带了一些本地的一些有鸟巢，然后还有跟我们的我们的地标就是马来西亚的双峰塔，有雨林的感觉。所以呢，你可以看出我们是有一些花花草草。去年的兰花出口花卉出口总值是2亿美元，这是根据农粮署的统计。然后，但是呢，蝴蝶兰的就占这花卉里面就占了1.5亿美元。台湾国际兰展到打办20档，主办单位讲会继续扩展兰花产业规模，促进国际交流。除了第一级产业的兰花品种育种，第2级技术发展，迈进一步整合城市观光模式，透过这个合作平台来参世界连接，把提升台湾兰花伫全球市场的地位。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第2任头一届正式伫咧国会来演讲，主题就是美国复兴邦，主要就是讲伊就任43天以来所签的900条行政命令，嘛宣扬伊的关税政策，嘛表明讲这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势要讲停战，世界上强的公司台积电要伫咧美国扩大投资。美国总统川普这场国会演说，讲甲热长，讲1点钟40分钟，创下参众2院连续会期演讲上久的纪录。America is back. 这场演说以复兴美国邦做主题，也是川普第2任期头一届伫国会演说，无算是正式的国情咨文。伫川普讲起伊去年大选得票情形的时，大卡德州民主党的众议员艾格林一直提官员对川普呛声，秘书众议院长强森下令甲伊赶出场。Members are directed to uphold and maintain decorum in the House. 川普伫演说当中指出，伊干那至43天的政绩，就已经超过某一寡人的4年啊8年。佮批评拜登是美国史上上害的总统，也强调这是伊第5届伫国会演说。不过民主党的人将其话是用抵制的态度，互伊真失望。And these people sitting right here will not clap, will not stand, and certainly will not cheer for these astronomical achievements. They won't do it, no matter what. Five times I've been up here. It's very sad, and it just shouldn't be this way. 川普初时演说包含移民政策、旧经济、关税政策、国防甲农业等等。伊也感谢马斯克带领的政府效率部门，为政府列出数千亿美金的诈欺行为。也来讲到科技业的时，川普强调美国已经收到总额大约1.7兆美金的投资，这拢是伊强硬关税政策的功劳，其中包含台积电的1650亿美金。And just yesterday, Taiwan Semiconductor,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most powerful in the world, has a tremendous amount, 97% of the market, announced a $165 billion investment to build the most powerful chips on earth right here in the USA. 然而，俄乌战争，川普强调，罗西亚明显想要治和平，而且伊也收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批信，准备好买和谈。Earlier today, I received an important letter from President Zelensky of Ukraine. The letter reads, Ukraine is ready to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as soon as possible to bring lasting peace closer. 另外，川普也宣布美国要起造船厂，搁再强调要把巴拿马运河替回来，也欢迎格陵兰加入美国。演说的最后，川普强调讲，美国的黄金时代才刚要开始。公司新闻，敬愿强朋友。然后，川普宣布对3月初4开始，要对加拿大甲墨西哥加重扣25%的关税，对中国嘛要扣到20%。另外一方面，这加拿大是虽宣布反制，同款要扣到25%。中国嘛要对美国食品扣到15%。然后墨西哥是表示3月初9嘛会宣布相关的对策。
在美国加拿大边境的加拿大安大略省这边边境城市温莎市的大西桥顶，正也是来来回回，这是探到美国底特律，特讲有4亿加倍无去行。Prices of everything are going to go up. 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加墨西哥进口的产品全面扣25%的关税，随时透早开始生效，加拿大也进行报复。Canada will be implementing 25% tariffs against $155 billion worth of American goods, starting with tariffs on $30 billion worth of goods immediately, and tariffs on the remaining $125 billion of American products in 21 days' time. It's not in my habit to agree wit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ut Donald, they point out that even though you're a very smart guy, this is a very dumb thing to do. 甲加拿大边境比起来，墨西哥的规模是更加大。一天，伫个提华纳的货运车要入去美国的时阵，川普开始扣25%的关税，墨西哥也有反制措施。Hemos decidido responder con medidas arancelarias y no arancelarias que anunciaré en plaza pública el próximo domingo. No es de ninguna manera o el propósito iniciar una confrontación económica o comercial. 因若中国对川普要扣因20%的关税，宣布对美国进口的几多种食品要扣15%的关税。中方将奉陪到底。我们奉劝美方收起霸凌的嘴脸，趁早回到对话合作的正确轨道上来。这3个国家对美国关税强烈的回应。 全世界新一轮的多边关税战开战，进前就专家警告讲，恐惊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和通膨更加严重。也因为投资人对这边全世界关税冲击感到真不安，所以美国股市伫拜二拢盘道琼盘1.55%，标准普尔500盘1.22%。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总统川普是一直呛声讲要甲巴拿马运河收倒转来。 原本有经营权的香港生理人李嘉诚，伊的这长江科技实业是宣布以7500亿个台票，要甲旗下港口集团80%的股份卖予美国的资产管理集团来管理，嘛等于是宣告讲这巴拿马主要港口拢要交予美国来控制。My administration will be reclaiming the Panama Canal, and we've already started doing it. 香港的大企业人李嘉诚创立的长江科技实业，初时宣布甲旗下港口集团80%的股份，以7500亿的台票计价，卖予美国资产管理集团背内着控制的一间公司，其中也包含巴拿马运河的2个港口。巴拿马运河的所有权虽然属于巴拿马政府，不过运河头尾2个港口是由长江科技港口集团得到特许的经营权。不过未来背内着会得到2个港口90%的权益，等于是香港企业完全退出。将势改变的主要原因是川普上任以来，真侪届呛声讲要甲巴拿马运河退回来，佮指控运河是由中国阿兵哥经营。China's involved with the Panama Canal. They won't be for long. And that's the way it has to be. 李嘉诚甲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受到关注，不过并无实际证据显示伊本人也是长江科技实业甲中国政府有直接关联。长江科技实业也表示，这届交易会当带来真惊人的收入，这完全只是商业考虑，甲政治议题无关系。巴拿马运河伫重要的运输关口，连接大西洋甲太平洋，每一年有14000只的船只通过，占全球6%的运输量。也那因为运河特殊的战略地位，可以伫川普上台了后，成做全球注意的所在。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这南投信义乡大会主席李国元涉嫌是利用工程来收乌西钱，已经起诉法院来申请羁押。即马检方查案是搁再查到国民党的信义乡长庄志坚嫌疑重大，共款嘛去互人当场逮捕，申请羁押。洪泰来南投信义乡乡长庄志坚带领公所的人员去山区勘灾，不过即马所传出因那抢食钱。台中地检署去年11月份侦办信义乡大会主席李国元涉嫌利用公所办采购工程对价预算的期间，甲厂商收空米箱。检方阁查到信义乡长庄志坚嘛涉案，要求伊到案说明。结果复审了后，认定庄志坚涉嫌犯贪污治罪条例，罪嫌重大，当场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现在比较紧迫是上面的
对在那边担心这个小的烟塞。信义乡最近这2年传出几啊件食钱案件，之前公所的秘书吴金良，甲清理车路积刷等278件工田发包予家己的公司，获利285万。还有一个细料的技术，办采购煞收乌西钱，拢互起诉。乡大会主席李国元利用工田甲厂商收 commission， 即嘛要在押。乡长专志坚即嘛因为涉嫌食钱嫌疑重大，去检方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地方制度法大概82条有规定，如果被羁押的话，就要停止他的职务，县府就会指派适当人员来去担任代理乡长。南投县府强调讲，信义乡长互羁押禁见了后，会以地方制度法停止伊的职务，而且派人做代理乡长，一切听候司法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政府今日是公开新北市棒球场的结果鉴定报告。这干务处是表示，对2月开始的陆续挖出真侪砖架到塑胶管啊，这球场的安全已经确定是有问题。代理市长邱成元嘛表示，相关的证据会交予检方来调查，迈向业者来讨赔。记者会现场就摆出各种用件废弃物甲粪扫，有石头、钢筋、砖啊、干仔甲废弃的网啊，也那秘鲁的管啊制造甲保存的日期是2002年1月到7月，全部拢是对新竹市立棒球场深度150公分以内的表土层甲灰填具挖出来的。新竹市府强调，这违法的废弃物绝对不是真久以前的。这个包括在73公分、75公分的深度就挖到，这边是105公分就挖到。150公分都是厂商责任范围。新竹市府甲国民众两党的市议员共同举行记者会，说明棒球场的即卖状况。市府强调，虽然经市府同意砖啊、石头会使就地添回去，不过即届挖出来却是废弃物，并且指出，不管由统包商委托的台湾省结构技术工会，还是市府委托的高雄市结构技术工会，做出来的安全结论拢同款。它的现况结构安全检核过程是没有办法满足相关的一个要求。台湾省结构技师鉴定的一个结果，这个断面强度没有达到我国结构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可确保的安全程度。代理市长邱成元表示，已经甲相关人士提交监察院相关的资料函送检调，也伫咧计算损失，要向业者求偿，会赶紧招标，希望会当伫明年3月重新启动球场。覆土移除的工程大概也要4个多月，那我们教育处这边也重启相关的发包，我们希望在明年能够顺利来完成相关的一个作业。记者会无民进党的市议员、议会党团重新强调，球场到今还未验收，厂商需要完全负责。民进党团全力支持新竹地检署调查，不过要求市府必须要资讯透明，公开完整版的结果报告书，并不是一部分的资讯。佮呼吁市府明年3月进行重启球场的承诺，唔通佮再失约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选会公布罢免第一阶段联署的审查结果，这国民党是有32个立委罢免案通过，罢免民进党立委的是拢阁爱保惊。也前联电的董事长周兴成嘛宣布第2阶段联署启动。也国民党今日是去检举罢免团体违法来收政治现金。罢免无序。公民前进。全台湾大罢免第一阶段审查结果陆续公布，目前针对国民党的立委有32案成立，不过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却是零过关，需要补件。罢免哪位市卡新的领衔人周兴成，搁在跨国团体宣布第2阶段联署正式启动。今天这些国民党，它不代表蓝的，它根本是赤裸裸的红色，已经无视于台湾选民的存在，他们眼睛只想看着北京，希望得到北京的关爱的眼神。那对于罢免来讲的话，大家有自己的一个节奏。国民党中央即摆也指出，网络流传疑似罢免团体港澳赌秀、春酒的相片，质疑捐款去互罢免团体摕去食好料，佮怀疑罢免行动违法无款，想要闪过政治献金法的监控。来到监察院要把这份资料、这份陈情书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他们呢知法犯法。透过群组的方式匿名的方式呢，想要在里面呢教大家如何用现金去违法的募款。其实春酒这个用词是餐厅他们那边制式定的，不是我们自己写的。那我们这次的聚餐就是很简单的志工干部聚餐。经费的来源是？是我们自己吃饭出钱，绝对不需要一直管到我们
有没有吃饭这些芝麻小事这样。面对爸爸的四个炭烧，民进党是重新强调民团双向前行，国民党是反抢绿营动用国家机器。不是说民进党决定要不要做什么的问题，而是公民团体现在根本是拖着民进党往前走。那但是呢，以民进党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管是提供论述，还有在公民团体被威胁的时候能够站出来予以支援哦。然后呢，还有在这一个联署相关的站点，看能不能提供更多的协助。为赖清德推动的大罢免来跟全国国人报告，这些罢团从去年10月就开始违法进行，在中选会一路的强制的这个保护之下，做一些相关的这些违法的行为。而国民党是依法依规，我们现在全力补强当中。中选会是透过声明表示，对罢免案件的插队是就各地方的选委会、各县市的政府、户政事务的插队结果来改审定，并不是由中选会来插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这术后的避孕药啊，目前伫咧咱国内也是要有医生来开药单才会使摕。不过妇女团体就认为讲，这要确保查某生囝的自主权，应该开放会使去药局来买。不过这意见是照常反对，针对这无共意见，卫福部嘛表示，明仔载就会开会来讨论，希望会当找出共识。有的女性会伫性行为了后，因为无想要有心去食术后避免有心的药啊，做紧急措施。目前这伫国内是处方药啊，必须要医师来开。不过有立委和妇女团体呼吁卫福部，为着确保女性生育的自主权和用药啊的权益，应该开放甲这术后避免有心的药啊，该得做指示用药，都是社区的药房就会当买，互药师来提供卫教。你经常吃的话，其实对女性未来怀孕确实是会有一些影响。那怎么样正确的一个使用跟去教育的话，必须透过药师比较有多余的时间来去跟民众做卫教。我们的女性她能够以最及时而且方便而且成本比较低的方式，能够取得到这个药，然后对她的健康，这个卫教的方面一定要完整。妇女团体表示讲，包括日本等真侪国家已经甲术后避免有心的药啊，列作非处方用药。去年台湾女人连线网络调查嘛显示讲，有超过65%的民众支持开放术后避免有心的药啊。其实早在2016年，食药署就准备要甲这种药啊转做指示用药，而且提出相关配套，包括敢若含17岁以上使用，袂当直接放伫架顶，袂当申请广告等等。不过这却受到医界强烈反对。把常规的变成事后避孕药，变成一个很容易拿得到的避孕方式，会造成这些避孕药的滥用，造成青少年的健康会出问题。这个其实我觉得影响是最大的部分。那我们当然方向还是在讨论说，紧急事后避孕药究竟它转类的可行性究竟可行不可行？因为这个除了科学的问题上，还有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台湾妇产科医学会指出讲，若是开放会当伫药房就会当买，可能造成更较侪女性，尤其是青少年，会准是讲食了就袂有心，对避免有心这件代志产生误解，造成危险性行为增加，等到引起更较侪社会问题。食药署是强调讲，初六因会邀请儿少权益、家长团体、医药界专家等等，就会开会来讨论这项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赛车讲明明就有先牛人行，煞搁去予警察来开单，最后是法院来裁定，讲因为这照规定，这路口牛人请甲人上无得2-3公尺远，差不多就是这过路线3抓8线的跨度，这罚金就来缴纳。伫台北内湖这个无车红灯的路口，一台白车要冲过斑马线，无停落来先让过路人，尾仔去予警察抓落来开红单。白车驾驶不服，认为家己有限行人保持距离，提出行政诉讼。不过法院认为伊和行人的距离无够3公尺，判伊败诉。那个有关于礼让行人的部分的话，就是要跟行人保持就是3组整木纹的距离。或者是就是3公尺来做认定。新北市裁决处表示，驾驶伫咧车路看到过路人要过车路，唔若爱先停车先让过路人，车辆和行人嘛要保持3抓斑马线的跨度，也是3公尺的距离，才袂违法。若是无保持距离，机车会互人罚1200至1500块，汽车会互人罚6000块。长期关心行人安全的民间团体是认为，离偌远只是参考的数字，重要的是驾驶人爱有先让过路人的观念。政府在3个整木纹的这种设施上面的话，它是一个判断的方式，但
我们不希望说这个判断方式去拘束到所有，或者是约束到所有的驾驶人，而是驾驶人能够有一个认知是，只要有行人要使用的时候，预备停让的这种想法。民间团体认为，用3抓斑马线跨度，也是3公尺这款规定，焦点变做离偌远的经济尔。因建议政府会当伫咧人济的所在做独立的交通号志，让行人车辆拢有独立的时间过马路，才会当确保行人的交通安全。记者戴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去年确定未来要全面禁用铁虎。不过，动物团体所发动的这禁用山猪条的公投，是去予中选会来驳回，竟是提起行政诉讼。这一张的相片，拢是野生动物和农动鸟保护山猪条业着伤的画面。去年动保团体发起全面禁止使用山猪条的公投提案，大约有5400人联署，尾也顺利送件。规定中提案受到中选会驳回，原因是全面禁止可能会碍着法律对原住民拍拉权的保障。动保团体后来提出修正，认为会当制定例外原则来保障原住民的权利，但要是予中选会驳回，所以动保团体拜三决定提出行政诉讼。中选会居然说我们的山猪调会违反原住民狩猎的权利哈，那兽夹本身是不是违反原住民狩猎的权利呢？兽夹跟山猪调都是陷阱，包括像兽夹目前也是禁止的，那包括用那个猎枪也是在某种特定状况底下才有开放，并不是说原住民想要用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那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中选会对于这个条文的解释是已经超越了它的文意，那也超越了它的精神。但是野保团体认为，全面禁用山猪条需要谨慎思考，除了牵涉原住民拍拉权，目前农民的农损防治也会用到。全面禁止颠倒有可能让山猪条地下化，如何管理？因无支持全面禁止，建议制定管理规范。假设真的踏板踏上去，动物被套住之后，那它也可以减少动物在陷阱上面的伤害，就是在动物福祉上面可以做一个稍有一些改善。对，那它的套索不会因为动物的挣扎而越挣扎越紧。支持全面禁止的律师是表示，目前敢若铁虎明定禁止使用，这届公投案伫提案阶段就互中选会动起来，所以无法度进入更较详细的讨论。希望行政法院会使撤销中选会决定，互禁用山猪条真正进入甲大众讨论的阶段，找出平衡。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高雄桃园今年伫咧民众有发现2只臭հետ肉尸体送检，结果去检着小狗病。最近有人爬山，嘛讲险险啊，就叫一只臭հետ肉夹着。农局是提醒，若伫咧山顶拄着臭հետ肉，就闪愈远愈好。宝宝小心！雄雄一只臭հետ肉冲出来，甲民众捉条条唔放，边仔的人是吓惊甲叽叽叫。臭հետ肉夹掉民众的裤唔放，落尾民众是用爬山的拐仔去讲，才甲赶走，好佳在无人受伤。这是民众初二去武林区爬山发生的代志，原本伊当作是飞起要翕影片记录，想要到煞去互攻击，事后才知影讲是拄着臭հետ肉。高雄茶山会表示，其实臭հետ肉一般袂主动攻击人，除非有特殊状况。人去干扰到臭հետ肉。有发生过这，后边人唔知嘛，无看到嘛，但是臭հետ肉已经有警觉嘛，一阵人过就开始你过啦，佮有可能伊有咧饲小幼獾。臭հետ肉是台湾唯一有小狗病病原的动物，这种病也会喂互人。高雄市今年伫桃园区发现2只臭հետ肉的尸体，送验了后，拢确定有小狗病。这摆事件加在民众无好加着伤，动保处也提醒民众去爬山一定要装备齐全，安尼才会当保护家己。进入山区最好穿着高筒鞋，手拿如登山杖等护身器具。如有幼獾主动接近，请冷静回避。台湾狂犬病最高风险与最大威胁就是幼獾，因此请民众不要接触、猎捕与饲养幼獾与其他的野生动物。因为小狗病是人甲动物共通的病，农业局呼吁除了卖饲、卖接近有危险性的动物以外，厝内底有饲猫仔狗仔的民众，嘛爱定时带去做小狗病预防针，减少感染的风险。记者柯家如柯昭勇高雄场报道。讲到今年这冷气团是一尊搁一尊，台中甲苗栗的内仔庄算是拢无法度各自开花，损失受到2到3成。农业部已经同意启动天灾救助，1公顷补助6万2。
落雨天来到果子园巡视，苗栗农民看到已经翻倒几落届的来水，煞无法度发出果子，内心是感觉真无奈。此系低温，结果那个花苞都掉了，有的没有开，有的开花就没办法授粉。苗栗县是高接来啊重要的产区，种的面积将近1200公顷，但是农民反映去年底陆续翻倒了后，受到几落波寒流的侵蚀。平地甚至出现过1度的低温，地属三湾、岛南、大湖等地有超过25%个来啊水出现旱害死亡。县长总统真堪在，讲会向中央争取农业天然灾损现金补助。这次核定的金额大概是每公顷补助62000块，让农民的损失减少。台中市也有同款的灾情传出，农民表示今年旱害的状况真特殊，气温冷热交替，佮加上风雨。来啊，树停止生长，花苞拢乌起受损，这个当搁再买来水来翻倒。目前初估当时有31%，后里是有2成的果子园出现灾损。今年的寒害很特别哦，冷了3天，而且又好天气好了2天，我们农民还放心一点，结果又来了5天的寒害，又更严重，又雨又风又寒。那个他怎么受得了？农业部这边会尽快的来公告救助的事宜哦，让我们的农友都可以尽快来去公所申报。那这个救助金额的话，就是我们中央政府这边农业部补助的救助金是每公顷62000哦。农粮署强调，依照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规定，高接来啊每公顷会使救助62000块，台中市府另外补助福建猪宅每公顷1万块，农民会使赶紧向区公所提出申请。公司新闻苗栗台中报道。伫咧中华园林的中南国民运动中心，是因目前县内规模上大的室内综合运动场。不过，这业者是讲，这内底长期漏水，设备佫常出问题，考虑成本，这4月底就要停止服务。健身房内底有袂少民众咧运动，除了有时段咧使用练走机，嘛有少年人来遮练筋肉。中华园林的中南国民运动中心是目前中华县内规模上大的室内综合运动场，但是负责经营的业者雄雄宣布要伫4月底关门，民众听到消息嘛烦恼以后无健身房通运动。没有运动的地方，以后会觉得比较麻烦。都要去找啊，较无方便，而且离市区各方面拢真方便啊。环境我感觉是足好的啦，即摆呢感觉足唔甘的呢。开始约7000万起的中南国民运动中心，伫2020年完工，2021年委托民间经营，但是经营团队指出，建筑物长期漏水、游泳池、排水系统侪设施拢有问题，考虑民众运动的安全，加公司营运成本，才决定要甲县府提出解约。到目前为止，经营4年以来啦，所有的问题呢还是仍旧的存在啊，还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善方式或补偿措施，然后真的造成我们的营运的这个困扰跟财务的亏损，还有无法提供民众的一个满意的运动环境，然后造成一些安全的疑虑，这些部分呢都造就我们没办法再继续跟县府来维持这个合约关系。针对厂商所提出的这个设备保护跟异常的一个问题，我们也都有依照工程的一个契约，那通知营造的厂商要积极的一个处理。县府回应，当初完成委外经营，有含营造厂商加经营团队完成3方的验收点交，经营团队通报的设施问题，也拢有照契约请营造商处理。无奈经营团队也是要提早解约，县府会赶紧召开协调会处理，袂互乡亲无所在运动。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动民间戏曲提升计划，透过实际访问来了解剧团目前所欠的资源，嘛要招业界师傅甲前辈来参加，望甲有心要传承的少年人斗相共。伫台中演歌仔戏的是1963年成立，点台北搬歌仔戏的方便歌剧团，成立到今已经超过1甲子。现任团长甘祖宪已经是第3代。团长指出，对新一代要传承戏曲的少年辈来讲，上大的挑战是爱甲时间走相约，因为时间在行，顶一演的艺术先摆拢豆豆啊咧离开。有一寡
这老先生，这性格慢慢离开啊。那离开了后，这少年人伫咧新的这个时代，较无捡到这个艺术。就算少年人有心要传承戏剧，但是面对先摆离开，加上戏班剧团的时间无固定，师资是愈来愈歹找。所以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动民间戏剧剧的提升计划，甲9个剧团访谈，找出剧团上需要什么款的训练，替因们合业界师资，为剧团定做专属的训练课程，甲一寡有心要传承的少年人斗相共。人才的养成在戏曲界来讲，一个就是学校的养成，另外一个是在班养成。那外台的成员大多数是在班养成比较多，演出工作已经很繁重了，在演出工作之余，后辈才有精力去学习。可是这样子的状况，他就比较难有系统化的学习的成果，然后也比较没有相对完整的块状的时间、带状的时间去做学习。计划主持人林宪辉指出，真侪为民间剧团出身的演员，并无经过戏剧学院这款系统化的教学训练，亲像唱戏的基本功夫、编剧概念等等，基础拢可能较无扎实。这个计划有2年的训练时间，经过1年的训练，这个训练成果准备要对外展现。为1礼拜5开始伫台湾戏剧中心演出，也邀请大家来支持有心要传承戏剧的少年辈。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那讲到枪是印度教吉祥的动物，有动物团体就打造出一只机器枪，关乎这庙的做祭典。唔但讲无虐待问题，嘛唔免烦恼讲枪会失去控制，伤害到人。大大耳孔下无停，目睭还阁一直转，这毋是真正的枪，是印度一间新庙上新引进的机械模型，由玻璃纤维甲树龄做的。这仿的像真的枪出现，为动物甲人类创造双赢。枪伫印度教有特殊的地位，互看作是枪头神的化身，有智慧、神圣地中等代表意思。伫印度南部的克拉拉邦，搁较有真侪神庙专门饲枪。伫宗教节庆的时，为枪满珠宝甲花环，伫大街游行。目前全印度有人饲的枪大约有2700只，也毋过这也引起动物团体批评。因表示庙方饲枪的条件普遍无好，用铁链限制活动范围，搁用拍卖方式训练，互因心理压力受大。ലൈവ് എലിഫൻസ് ജീവനുള്ള ആനയെ കേരളാവിലെ ടെമ്പിൾസിലെ കാര്യமாக അവ ടോർച്ചർ പണി വൂൺസെല്ലുള്ള നേരത്തിൽ അവ എഴുന്നള്ളിച്ച് അത് ആനകൾ നിരവധി സ്ഥലത്തിലെ ആളുകളെ ആക്രമിക്കുന്നത് ആനകൾ തമ്മിൽ അടികൂടുന്നത് അത് ആനകൾക്കും നല്ലതല്ല ആളുകൾക്കും നല്ലതല്ല。另外，像有时阵较无好控制，敢若伫今年2月，就有9只枪失控，造成5个人死亡。因为游行人真侪，加上成功刺激，枪感受压力，最后失控步枪攻击民众，造成悲剧。所以，动物团体建议使用模型取代。伫去年，相关一只机械枪互庙方，希望因下当毋免搁饲野生动物。庙方甲信徒拢表示，改造机械模型了后，感觉搁较安全。We are not bothered about the cost and all. We are actually bothered about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our devotees. 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明仔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3度到16度，中部地区13度到19度。南部地区16度到24度，东部地区15度到23度，外岛地区8度到1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